比賽開始咗，咁何詩蓓就已經係第二個跳水出嚟嘅。睇下人頭50同第一組比起嚟，會唔會係快啲定係慢啲啊？呢一組馬子玲嘅第一個轉身都係相當唔錯喎。孔雅琪第一個轉前係27.5秒啊！咁啊就慢頭先第一組啊，廣東嘅盧麗慧啊，咁啊慢咗0.4秒嘅。係咪見到何詩蓓啦，開始啊追翻上嚟啦噃。好啦，兩個差唔多係同一時間轉池咁計㗎啦，就係4線嘅李嘉平啦、廣東選手同埋5線何詩蓓啊。暫時咧就係李嘉平仍然係快少少，咁但係何詩蓓啊喺第二位咧都有一定嘅優勢啦。好啦，最後轉池翻嚟，暫時啊李嘉平啦領先何詩蓓係0.58秒啊。咁啊入正最後直路啊，睇下可唔可以有啲加速啦，何詩蓓。咁我哋睇上去咧，何詩蓓個動作都係依然係有少少鬆鬆地去游。咁4線嘅選手咧都相當盡力去衝線啦。第一名啊就係呢邊李嘉平啊，咁啊嚟自廣東嘅選手。第二名咧就係何詩蓓啊。1分55秒81咧，都係一個相當唔錯嘅時間嘅。哇，何詩蓓就1分56秒73，似乎係第二組係後快好多啊，快好多，跟住後段追。